香港，真民主救香港，真民主救香港。陳太，你今次參選咧就得到泛民主派嘅支持啊，但係咧你又話其實你唔代表佢哋嘅喎，咁你又好小心咁同佢哋保持一定嘅距離。咁有啲意見就話啦，你今次參選咧，其實就因為咧你得唔到北京嘅重視，咁你唔憤氣，咁所以咧就想藉住參選咧嚟彰顯你嘅重要性。咁樣你會唔會一旦參選贏咗，得到北京嘅重視啦，咁你就疏遠民主派咧？目前支持我嘅人呢，都係熱愛民主，係民主派嘅人士。搞對抗係冇前途㗎。但係我亦都好願意同其他嘅黨派同埋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合作。搞對抗係冇前途㗎。從來冇話我自己係香港嘅良心。我當然認為市民應該選我啦，因為我係真正推動民主。真民主救香港。民主冇專利，良心人人有。真民主救香港。我當然認為市民應該選我啦。良心唔係淨係一種姿態，要表裏合一，言行一致。啱啱結束嘅區議會選舉，選民選嘅都係理性務實、真正為市民做事嘅人。嗰啲只識叫口號、搞對抗嘅人係會被淘汰嘅。我有信心今年嘅立法會補選，選民會理智選出一位坦誠堅定、真正為市民做事嘅人。請支持我4號葉劉淑儀，多謝。當然係好啦，如果唔好啊，就市民唔會選佢啦。